琴晚就住咗喺五台山景區裏面嘅酒店。今日起身準備上去代羅頂睇下五台山嘅全景。琴晚好凍啊，只係得零下8度。係睇下啲流落嚟啲水都結晒冰柱啦。景區裏邊道路狹窄，我哋雖然自己揸車，但係都只可以停喺中央停車場，先要行過呢個大文殊廟。五台山係文殊菩薩嘅道場，喺所有菩薩裏邊去專管智慧，所以朝拜五方文殊嘅路呢，就係大智路。穿過代羅頂呢個牌樓呢，就開始上山啦。佛說人生有108種煩惱，一路行上呢個代羅頂，行過1080級樓梯，就可以幫人增加智慧，消除煩惱。而家朝早仲係好早啫，冇乜遊客，努力啊！好，呢個羅代頂1080級，行咗20分鐘，而家上到啦。五台山嘅東南西北中，每一個台頂都供奉咗一方嘅文殊菩薩。乾隆王唔知因為天氣原因，抑或懶啊，冇登頂5個台，嗌人呢將五方文殊菩薩全部請嚟代羅頂。所以上嚟拜一次，等於朝拜晒5座台頂。特別係求智慧或者學業進步，好靈嘅。由代羅頂遠眺，東南西北中5個台頂全部睇到晒。如果全程要徒步晒5個台頂，起碼要加3日時間。成個五台山嘅核心景區喺晒腳底下，由呢個核心區開始，就分成南線、西線、北線3條路線。食完晏，我哋揸車去西線半山嘅龍泉寺，寺名就係來源於東邊一個山泉。相傳文殊菩薩就喺呢度鎮壓作惡嘅九龍，而家啲泉水呢，仲可以見到啲龍影，所以呢就叫做龍泉啦。廟就係宋代起嘅，喺明朝嘉靖年間又再重修過。而家見到呢啲多數係民國初期又再重建，
咁嚟龍泉寺就睇3樣嘢：影壁、牌坊、墓塔。呢一座係1922年完成嘅青石影壁，中心鑲嵌嘅係白玉浮雕，呈現出五台山佛教建築群嘅分布特點。呢座係1925年起成嘅3門4柱嘅漢白玉牌坊，係石匠胡明珠帶住啲工匠用咗6年時間完成嘅，全部採用挑空嘅技法，挑出咗89條形態各異嘅蛟龍。龍泉寺係佛道儒3教合一嘅寺廟，寺裏邊供奉佛教嘅彌勒佛，體現道家思想嘅八仙，儒家學說嘅孔聖。呢種3教合一嘅寺廟喺全中國都好多嘅。三寶之一嘅墓塔，紀念嘅係清末民初五台山嘅普濟和尚，佢一生重修咗18座寺院，包括呢間龍泉寺。塔基係8角須彌座，每邊都刻咗啲金剛力士。咁因為普濟生前就自稱係彌勒佛轉世，所以塔身4面都設咗佛龕，供奉彌勒佛。寺廟旁邊呢個泉水就係龍泉啦，水好清，據講飲完之後呢，身體強壯，長命百歲。所以個個都帶埋啲泉水返屋企飲。五台山而家係景區，餐飲好發達，唔係淨係食齋菜嘅。今晚嘅晚飯就喺景區裏邊揾到一間醋溜魚，係用山西陳醋煮嘅河魚，味道唔錯，香滑又冇乜泥味。呢個係八戒爪子，豬八戒嘅手踭啊！呢個係蔥爆羊肉，呢個名起得幾好。蔥爆羊肉啊，配一支 Talisker 嘅有海水味嘅威士忌啊，好唔好啊？未試。好食。